隨着標普500周一最低跌到5488.73，各金融機構緊跟下調預期。2025年3月31日，高盛首席美股策略師 David Kostin 本月第二次下調了標普500的目標點位，預計到年底將在5700點左右。而他此前在2025年3月11日首次下調的預期為6200點，而目前5700點這一新目標，意味着相較於上週五的收盤價僅上漲2%，在華爾街眾多預測中處於較低水平。Kostin 在一份報告中寫道，如果經濟增長前景和投資者信心進一步惡化，美股估值的下降幅度可能遠超我們的預期。繼續建議投資者在試圖抄底之前，密切關注經濟增長前景的改善、市場定價的更多不對稱性，或者持倉水平的低迷情況。其他華爾街策略師也對美股的上行空間持保守態度。市場對關稅政策的敏感性也可能在短期內導致波動加劇。摩根大通和摩根士丹利均認為，增長風險可能限制標普500指數的進一步上漲。從技術面分析，當前標普500指數若在關鍵支撐位無法企穩，隨着下行壓力增大，還有可能性進一步下行。關注後續美國經濟數據及關稅落地並對企業盈利的衝擊。